伫市区有一个怪人，专门掠人的车挡囡仔，当民众甲车插伫路边，无想到讲要牵车的时，头前车牌和后壁车牌拢总互人挡16个囡仔，顶面有写名。民众烦恼讲，敢会是要过年啊？贼仔点名做记号，已经甲警察报案。警察即嘛开始咧办，提醒讲乌白像安尼掠人的车牌挡囡仔的情形，若是抓到，会依照毁损罪嫌依法送办。 车牌唔知影互什么人挡因仔，佮挡真侪个。林主文这3日就安尼挡伫车牌顶诶，毋过这个名唔是车主本人，是车停伫路边，互人乌白挡诶。看了一下，就是前后车牌竟然被盖了16个印章，然后就不知道是哪个莫名其妙的人。 林主文到底是啥？车主嘛唔知影。民众甲车停伫新德市区看车时阵，发现车牌互人乌白挡因仔，伫要过年啊，就惊变做歹人的目标，赶紧走去警察局报案，想要甲挡因仔的人找出来。毋过路口无监视器，警方嘛干会当尽量调查。如果找不到人，就当做自己被恶作剧吧。现在快过年了，可能如果被做记号。 要小心，来重新领过新的号码牌，啊，它的费用是行照200，这个号牌600啊。若去警察局报案，民众嘛去找监理站斗3工，问讲敢会当换牌照，毋过换牌照爱开800块，好加载各有一招。 记者摕酒精来测，真简单就会当甲切掉，唔免换新的车牌。警方嘛提醒讲，为别人的车牌，若是抓到，会当按照毁损罪来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